好，欢迎您又再次收看《弘光大成就》，我是徐雅琪。我们学佛最常听到的就是如何要专注自己的心，克制自己的杂念，要如何安這顆心呢？現在我們就請蓮生活佛來告訴我們安心法門。我哋呢一次談呢一個安心法門，安心法門呢一個咧，有弟子咧問我咧，呢個真佛密法咧，呢個咧修行咧係乜嘢嘅樣子嘅法門咧？我一下子咧就同佢回答講咧，安心法門。呢個安心法門呢個範圍咧係好廣噶，好廣。不過咧，佢主要嘅一個意義咧，我將要說明啦。乜嘢係安心？如何去得到安心？呢一個咧講咧，要如何咧去得到安心咧，就好深啦，好深奧啦。以前咧，釋迦牟尼佛咧嘅時代咧，有一個咧比丘，佢喺樹林裏面咧就靜坐，咁樣咧佢咧就嚟跟咧佛陀咧講，佢心唔能夠安，心不能安啊！佛陀就問佢啦：你點解心唔能夠安呢？佢就講咧：我呢一個咧法袍喺樹林裏面咧靜坐嗰個時候佢嘅法袍破啦，法袍破啦，所以佢心咧不能安。咁樣佛陀再問佢啦：佢講樹林裏面有樹葉掉落嚟嗎？佢話有啊。咁佛陀咧就問佢啦，問咧你咧我而家問你呢個樹葉咧從樹上掉落嚟啦，你心安唔安？佢講安啊。呢一個釋迦牟尼佛咧就用咁樣嘅一個咧嚟教導所有嘅比丘，安心法門就喺裏面。點解自己嘅法袍破啦，你個心就唔安？點解你喺靜坐嗰個時候，旁邊呢個樹葉掉落嚟，你心能安？呢一個在一點上，在一個我字上，我因為呢個法袍穿喺你身上，跟我有關。跟你有關，跟你嘅形象有關，所以你嘅心才不安。樹葉掉落嚟啦，跟你冇乜嘢關係，所以你心能夠安。呢個就係我執上嘅問題，我執上嘅問題釋迦牟尼佛曾經為呢一件事情咧，教導所有嘅比丘。大家稍為咧用你嘅意念上一上而家咧盧師尊咧穿呢一件法袍，呢一件法袍就係法王嘅法袍，係金丹帝巴法王穿嘅，佢交喺我身上，俾我穿嘅。穿呢一件咧感覺上唔一樣好似自己就變成法王感覺上就唔同啦。呢個確實係佢嘅東西咁樣咧，呢個法袍咧好舊亦都有破啦，底下咧亦都有啲鬚就覺得好似咧怪怪嘅。就將佢縫起嚟，就請碧真法師咧喺底下咧就把呢啲鬚咧縫起嚟，亦都想攞去洗攞去咧乾洗一下因為咧可能咧佢穿咗幾百年冇洗啦。呢個係一個傳承法王嘅法袍一代傳過一代一代一代傳一代傳承嘅呢一個法袍。
但我一直咧仲係冇洗啊！呢一件咧仲係一樣啦，從金丹帝巴嗰度咧攞嚟咧嘅發黃嘅法袍，一直穿喺身上，到現在仲係冇洗嘅。舉佛陀舉呢一個例子啊，跟大家講啊，事不關己，則己關則亂。修行人啊，先達到無我。無我係一個條件，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啊、好高深嘅智慧。呢個係安心法門。天底下有煩惱，就係因為呢個我字先至有煩惱。當你修行境界高啦，真正能夠體會到無我，你就唔可能有煩惱。呢個就叫做安心法門，你嘅心能夠安。好似盧師尊而家睇呢一個世界，睇呢個世界生老病死，種種嘅病，種種嘅災難，種種嘅恩愛情仇，一笑泯之，笑一笑就解決啦。從不放在心上。今日你放喺心上，絕對有煩惱，而且絕對逃不了。我講咗一個比較嚴重嘅話，今日你修行，你不把我執將佢去除嘅話，你一會就哭，一會就喺度笑，叫你哭笑不得，叫你永遠承擔累世嘅業障，永遠冇辦法解脫你自己。你都係為咗你自己啊！自己得啦就笑，自己失啦你就喊，一天笑一天喊，呢個真係咧哭笑不得。事實上就係咁樣，人生冇乜嘢好談啦。你一看破嘅財色名食睡，從夫妻婚姻事業感情兒女學業，冇幾樣啦，就係呢幾樣噶啦，就把所有人咧都已經係累壞啦。今日你走真佛密法嘅修行，就係安心。你點解你關心到自己，你個心就亂呢？別人嘅，你個心會亂嗎？你當然心裏就唔亂啦，因為唔關你事嘛，仲係一個我字喺度作祟。呢個佛法啊，好深奧啊！你今日要解脫煩惱，解脫你嘅痛苦，唯有嘅方法就係你有無我嗰個智慧。我告訴你啊，你講啊，我定力好高啊，定力好強，冇錯啊，定力就係石頭壓草。你定力好似石頭嘛，草俾你壓住，不過係勉強啊，將呢個煩惱壓住啫噃。今日你定力一失去啊，你馬上草又再復活啦，你又有煩惱。要從定力當中啊，去深入智慧，得到嗰一種咧宇宙嘅智慧以後啊，你先至能夠真正煩惱解脫啊，才真正能夠安你嘅心。你嘅感情事情煩惱，為婚姻煩惱，為名煩惱，為利煩惱，為兒女煩惱，為事業煩惱，種種嘅煩惱，為關係自己啊！今日你把自己觀成無上虛空一樣，煩惱何在呢？活一天快樂一天，活一天感恩一天，活一天修行一天。
慈悲不计较后果，你发了慈悲心，这就是功德。我们学习密教，常常有听到金刚界曼陀罗、胎藏界曼陀罗，这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就請蓮生活佛來告訴我們。我哋咧嚟談呢個法界安立嚇。所謂法界咧，可以講話咧係整個宇宙意識咧都係法界。喺佛教裏面咧，談法界咧就係十法界啊，十法界10個嘅法界啊，聖界又有6道，加起嚟就係十法界。咁樣咧，法界安立啊，喺密教裏面咧有兩個呢個圖有兩個圖啊，一個係金剛界曼陀羅，一個係胎藏界曼陀羅。我以前講過啦，金剛界就係表示咧果地嘅佛菩薩，胎藏界就係因地嘅佛菩薩。剛剛開始修行嘅時候咧，嗰個就係因地嘅佛菩薩。到咗咧得到果位啦，呢個佛菩薩咧就係金剛界咧跟胎藏界呢一個分別。好多人咧問我咧，盧師尊啊，盧師尊你教人家呢個咧呼吸觀想嗰個時候咧，要白光吸入去，呢個係黑氣，再呼出去。吸要吸白光，嗰個咧黑氣要吐出去。咁樣咧佢就問我呢個白光從邊度嚟啊？白光從邊度嚟？其實白光就係從宇宙意識嗰度嚟，從虛空中嚟但係你冇辦法想好多人都係咁樣一定要有一個東西咧俾佢睇，佢先至能夠想出嚟。原來白光係從嗰度嚟進到我鼻子裏面才進去，然後再呼出去咧黑氣，全身黑氣咧就咁樣散掉。好多人咧係咁樣講，咁樣乜嘢東西可以象徵咧呢個白光？密教裏面咧就係用曼陀羅，用曼陀羅作為咧呢一個咧光明嘅一個象徵。呢個一部密宗道次第講論呢個宗喀巴本身所講嘅宗喀密宗道次第講論。完全就係咧喺度建立曼陀羅，從頭到尾喺講咧4部法當中，完全建立曼陀羅開始講亦都就係咧法界安立。法界佢咧將整個宇宙意識嘅法界咧，先俾佢分析得非常清楚。佢嘅意思就係咁樣講，曼陀羅就代表住法界嘅安立。每一個嘅曼陀羅嘅裏面都有主尊，都有主尊咁樣咧，亦都等於咧係有本尊。咁樣本尊旁邊又有眷屬，咁眷屬旁邊又有護法。法界就係咁樣咧安立嘅。咁樣你咧將來我哋真佛行者每一個人咧，就喺修行嘅時候，可以安一個曼陀羅或者係壇城，就代表白光咧從嗰度進嚟。咁樣咧，你喺度觀想嘅時候咧，你咧就觀想眼睛閉起嚟，觀想白光咧從曼陀羅嗰度咧進入你嘅鼻子落去咁樣旋轉一圈，9節佛風裏面咧呼出嚟咧係黑色嘅，就係你身體嘅黑業。將佢吐掉，吸進法界嘅光明淨光進嚟。所以咧，進白吐稀
就係喺度做咧消除你咧業障咧呢啲嘅工作，把業障咧整個消除呢個工作。咁樣你業障一消除啦，你心咧就能夠安啦。你業障不除，你心永遠不安。你心咧就比較難安。事實上我哋修行咧，安心法門啊，安心法門啊，法界安立以後咧，你就好好嘅修嚟你呢個安心嘅法門。呢一個咧金剛界曼陀羅啊，跟胎藏界咧曼陀羅啦，就係兩部咧大曼陀羅。喺密教嘅裏面咧，就係兩部咧嘅大曼陀羅啊。呢一個咧傳說好多啦，有啲咧係講呢一個咧龍樹菩薩本身咧嗰度攞嗰個，亦都有咁樣講，亦都有認為咧呢一個咧有咁樣認為係善無畏，善無畏。胎藏界曼陀羅係善無畏所製作出嚟嘅，咁樣金剛智就係製作咧呢個金剛界咧曼陀羅。一般嘅講法咧就係咁樣啦。咁咧而家嘅密教嘅裏面咧，好似西藏咧呢一個密宗裏面咧有好多嘅唐卡。所謂嘅唐卡咧，其實咧就係曼陀羅，其實就係曼陀羅，亦都係有一尊嘅。亦都有一尊，亦都有包含咗眷屬，亦都有包含咗眷屬嘅。咁樣咧，亦都有包含咧眷屬護法。咁樣咧，更多嘅就係大曼陀羅。大曼陀羅啊，就係咧好諸尊嘅，好多諸尊咧集中喺一齊，都叫做大曼陀羅。仲有一個叫做法曼陀羅。法曼陀羅咧就係用標誌嘅，用呢一個咧標誌咧去咧標出嚟嘅個曼陀羅，亦都有文字嘅曼陀羅，梵文啊，呢個曼陀羅上面只有梵文嘅曼陀羅，好多種嘅曼陀羅，亦都有三昧耶曼陀羅，亦三昧耶嘅曼陀羅啊，嗰啲種種嘅曼陀羅咧都可以稱為咧法界嘅安立，法界嘅安立。咁咧我哋咧修行咧，你必須咧依靠你咧。你跟呢邊一尊咧最有緣噶，就以邊一尊咧為本尊，就供奉邊一個壇城跟邊一種嘅曼陀羅。所以咧，你從呢一度咧，因為咧你係哪一尊咧，咁樣你嘅本地咧係邊一度咧，你嘅護法係邊個咧，你嘅眷屬係邊個咧，通通喺法界嘅裏面咧就顯現出嚟，就可以顯現出嚟噶啦。所以密教剛開始嘅時候咧，選擇呢個投緣嘅本尊咧，可以講起嚟咧，就係喺你自己喺度選擇你自己嘅法界。你咧呢個咧攞住呢個攞住呢個花咧，拋花拋花呢個花咧落喺咧邊一尊身上，你就係選擇邊一尊嘅當本尊。咁樣咧，你就跟咧呢個本尊咧係有緣，嗰啲眷屬有緣，跟嗰啲護法通通都係有緣。呢個就變成係一個法界嘅一個三昧耶。呢個咧就係一個安立嘅三昧耶，就產生咗出嚟嘅啦。咁咧金丹帝巴咧呢個法王啊，到咗我哋咧雷藏寺啊，你睇佢嗰度拋呢個哈達獻俾嗰一尊一拋。說也奇怪喎，每一個哈達咧都拋喺每一尊呢個手上喎。佢自己講啊，雷藏寺跟彩虹山莊啊，呢個佛菩薩都係好靚啊，每一尊咧都出嚟咧用手咧接佢嘅哈達，就勾咗喺呢個手上。按照佢哋講差不多10個嘅哈達差不多中咗3條咧嘅哈達咧喺手上咧已經好了不起噶啦，10條嘅哈達10條咧都掛咗喺手上。所以咧我哋咧呢個雷藏寺呢個諸尊咧跟彩虹山莊嘅諸尊都係活噶，都係活嘅佛菩薩，真係活佛都係寧波車真係都係活佛
所以咧佢咧呢個一拋咧，表示咧掛喺手上咧就係表示有緣。掛喺手上咧剛好用手咧佛菩薩用手咧將佢握住，係非常有緣嘅，非常嘅有緣。咁樣咧你咧就係要選擇自己投緣嘅本尊咧，咁樣咧你就好好嘅修，又能夠喺法界裏面咧安立。法界雖然係虛空嘅，但係又一樣要安立。今日講到呢度，Om Mani Padme Hum。